听众朋友，大家好，下晝3:30，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係劉慧靜吼。今日來到了拜日了，好空間來報道嘅單元，同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關心到了空間嘅話題吼。你下等上會聽到老輩人講呢個細人吼，算起來就吼七草八拍九生牙啦吼。你下嘅細人最近滋養又較好，你下發展嘅速度啊，咪比一般講頭擺嘅細人又較腳到。唔過啊，那講不卡細人啊，發展哦有較慢嘅時節，你做家長嘅做爺嘅時候驚心到咯吼。那講呢，你發展較慢嘅有安尼嘅情形嘅時節，因此咧有內頭嘅即係想講一個機構呢來同人哋來聽收咯，近邊嘅動翻譯哦，因此為大家吼來倡導新路基金會嘅一個拖延發展中心嘅組長來到人哋現場來同大家來講到呢方面嘅一個話題咧吼。因此來請人哋葉組長吼，葉組長來同大家來上節目咧。葉組長好，你好，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係我係新路基金會嘅組長，桃園地區嘅組長嚇，我姓葉，名做元義，嚇，今晡同歡喜來到呢下來跟大家來關心。剛剛講到即係想講做療嘅一個問題咧，嗬，講到也嗬願意，佢都平常啊，都唔下嗬。黑少講合法，也係啲無下其實咩要講？黑少講合法，唔過已經加出嚟當叫嘅。哦，安樣，其實轉到做咩解釋？做咩解釋就真係要講合法咧，嗬，古所根本嘅愛麻煩願意哦，都留日黑叫冇講嘅合法，慢慢嚟嗬，天天嚟講俾鄉親朋友談咯，講到人嘅也服務嘅單位，然後推廣嘅一條工作，講到也願意服務嘅單位，頭先要提到嘅新路基金會咩嗬，可能鄉親朋友要談過也係新路基金會。唔過呢，上來也新路基金會嘅服務嘅一個內容有呢條嘅對象有乜嘅呢？我想一下都請願意來啦，鄉親朋友講下了。好，呢新路基金會嘅服務嘅作為呢根本嚟講嘅治療嘅，除了呢基本嚟講嘅治療嘅嚇，其中之一啦，其中之一嘅部分。還有15歲以上嘅訓練嚇。即講15歲以上嘅，應該到成人來講啦，因為係也父母嘅一隻部分。係當時嗬3-4訓練前，係從，所以講到差唔多60多年嘅下，60多年嘅下嗬，大家攏唔知嗬，乜解我攞身心障礙者嗬，對一些乜解我攞智能障礙嗬，腦性麻痹，嗬，還有像身心障礙者攏冇乜嘅了解，當時嘅家長嗬攏懂辛苦。嘅下來講也係做野外嘅啊，嗬，做係我較辛苦嘅，應該尤其60多年嘅下嘅資源啦，一個醫療啦各方面哦，都冇一下按好嗬，一下呢當然都發展到以後咧嗬，因為做得來關心到也條細人嘅啦嗬，比如講頭先提到一個我自閉嘅還有因為唐氏症，也係講身心障礙也條嗬，因為都一個新路基金會全部要來照顧到，最一般來講也係想講照顧係講到也要照顧，唔過呢上班下嗬，因愛治嗬，一條人想來見物嘅樣嘅情況算係一般較嚴重嘅，一般呢可能就係你學到家長其實可能較簡單啲嘅就做得老加強訓練就好咧嗬，從而到入邊有嘅長途嘅分配望而到就係愛服務嘅對象。一般嘅家庭嗬，一係細人嚟嗬，較嚴重嘅嗬，供出來嘅時間嗬，就會本醫生來發現，嗬，唔過就係較強度嘅嗬，較強度嘅嗬，可能我都當到家長唔會講花嘅時間嗬，就發現呢啲細人嚟，因為老朋友細人嚟都冇乜嘅強用，因為較慢嚟嗬。其實用前面就係在更早期的時候，係就會啲嗬，就會有一些蛛絲馬跡，就會觀察呢啲細人嚟嗬，乃冇強用係，呢啲新路服務嘅攏係中重度以上係。
每件咧无共用，係安尼拖延，拖延係父母中重度以上，吼到極重度。按呢嘅心路基金會來講啦，有款一個拖延嘅父母處，還有全省各地來講有幾多隻素材？台北咩有，吼新竹咩有，吼呢拖延個高雄。台北、新竹、桃園同一個高雄也有4隻素材，有一個心路基金會，所以講父母得到嘅入邊數啦，唔過講到一個 family 來講咧，即當初一下總部體系像一模一樣嘅哦。係總部體系係冇，係一下最早呢啲心路開始喺高雄開始，係咩啲從成人開始服務安養片，係啊，再過來就台北。你講到係對一個成人，太年真開始來做父母，15歲、上15歲真開始做父母。最開始嘅時間，係真開始嘅嚇，係。面下都一下4年嚟咩全部有咧？全部都有嘅，係。好，講到一個父母嘅嗬，就係4年嚟行過一個太年啥全部有啦，嗬。即係講你自家本身係身心障礙嘅朋友，嗬，先都一片，嗬，你做得嗬。來留記得來聽書，除咗講來尋求一個資源以外呢，入面咪有專業嘅人士來聽書。唔過呢，聽書嘅方法當中，我頭先有提到嘅嗬，係強吐嘅啦，也係中吐嘅，也係講衝吐嘅哦，一個真係冇乜強用，記得愛使用聽書嘅咩冇乜強用。像講而到入邊嘅父母嘅方式太偏樣嘅。我哋嘅父母嘅方式要動到嗬，要聲言嚟講嗬，都係來呢啲機構嚟讀書。入邊有一隻講到做啲教佢哋讀書嘅素材。素材係早選咗8點半來上課，嗬4點半呢啲也可以做老見接轉去，係用啲父母像嘅幼稚園安養片嘅，安養片，我有做喺屬於講到聲言嘅部分，係來到也來學習，係有聲言嘅部分，呢係有所謂嘅道仔，都冇下父母，都冇發父母咩有，係，然後同樣啲庫嗬，呢有父母地點嗬，在復興鄉後面有父母安養片。哦，所以講到人家桃園也偉大，所以你都一隻特別為主嗬。你有許多合海國嘅素材哦，就係嘅復興鄉也偉，來父母也都會聲音咧。你有冇特別投入復興鄉也偉咯？復興鄉也偉嗬，你想講嗬，你喺資源較少，係資源較少。比呢城市嘅地方嗬，更加需要係安養片我哋嘅經費來源有部分係部分嘅政府嘅資源來嘅還有大部分咧係企業贊助。大部分較多嘅部分係要一個講企業講算係回饋3筆啦，來聽書嘅。當然也政府方面咩要來聽書。自家本身愛上課嘅人啊，記得咁有必要講應該咩愛來納掉嘅錢也係用嘅。咩係愛嘅唔過大概4年咩錢我冇強用，因為比如講咧，佢自家一個長途以外啦，可能包含到係咩大數兒婦，係咩弱勢家庭啊，全部都會包含到嘢當中。係啦，想可能係安養險，就係睇解學費可能我冇強用，因為有從中重度之分，還有嘅剛才主持人講嘅低收入戶咩係強用嘅。一講到一個幾隻嘅一隻父母來講真是有當到一個迷茫乜嘢嘅事情，全部我來注意到，一下來提到對父母嘅一個項目來講聲言咩要一個太年啥咩要行過呢針對一個弱勢嘅家庭來講咧你咩要冇強用長途嘅一隻父母嘛，做得留記得聽書來簽一個資源估到嘅心路基金會嘅一個父母部分有咩做得看得到啦做得提供佢哋嘅一個聲音嘅一隻所以講專業嘅療癒，韓國一太年啥，韓國頭先講到嘅都許多無卡嘅父母，一太年啥咩要一個佢哋嘅安養服務。太年咧父母都比聲年做動多太年咩有講嘅日托日托就會走選來按部條就轉移無卡還有太年咧去接觸嘅獨立來居住安呢咩有嘅居住嘅服務。
吼，还有安养吼，像较中度的。较中度的胎人吼，做了安养的服务，安养美容吼，功能较好的成人吼，胎人吼，佢可能做可以做些吼，做些，还有终身学习，要学习。我記得我即講做得睇到3比方做些，聽數來做一個安排。也講到記我引起做一隻學習，也學習即上班下係希望佢哋唔好因退化體驗，冇錯。做一種咩係算一種也學習咩算係一種訓練，咩係一種休閒。休閒嚟講，咩係算係訓練嘅部分。咩係？好，也就係講到日要按到嘅啦，嗬。好，做生下來咧，嘅服務嘅部分係看到有啲係要嗬。我也就係頭先來提到嘅太提要到內容，你咪要講到啦，嗬。就係提供一個智能，行過一個發展障礙嘅一個成員，頭先講到整入嘅重建服務嘛，嗬。行過一個家庭，嚇，也講一個概念來講咧，佢都要一個支持嘅名錄，也就係講到頭先提到嘅咩國際無共用嘅單位，嚟聽數佢哋。因為吼一個智能障礙者的家庭吼，佢需要服務吼，包含到醫療、教育、個家庭的支持服務。那家庭的支持服務就係所謂的社會福利，社會嘅福利，也係就係包含到你嘅服務在裡面這樣。係樣很好。故所講到一個心路基金會嘅一隻服務嘅內容，其實透過一個一單個兩種嘅一個奧斯卡內容來講，其實太提做嘅啲嘢啦，嗬，都一下來講係像我哋可以講到嘅一個早期療育，所以講最好就係早期發現、早期咧，來做一隻治療，也講到教育期啦，嗬，用講一隻結實嘅方式錯唔錯？冇唔錯，係早期療育實習師，你來拆開來看吼，早期做會早期發現，療就會醫療，育就會教育，係安樣型，係你心路基金會嘅大部分咧就會做教育啦、復健，所以講來，你講發現到佢哋發展要較慢咧，嗬，你就來撈佢哋做一個復健啊，一講來做一隻一個教育，較早到來做嘅時節，當然嗬，你一般來講啦，嗬，照理來講，佢嘅效果應該就會較好啲嘅，嗬，也講到有邊個像你既然做有研究嘅，基金比如研究嘅時間咧，所以記得嘅呢嘢來鄉親朋友講下嗬，幾隻嘅基金會當然推動嘅時間，即係講成功嘅呢嘢，比如講你較早發現記到面下幾隻嘅發展就全部較好嘅，來鄉親朋友做下分享。好，咩用應用嘅例子啦，嗬，當道嘅聲音咧，嗬，將來頭前會講嗬，較強度嘅聲音咧，嗬，大部分咧家長嗬，攏會等到佢唔會講話嗬，再來發現嗬。我幾下就調慢嚟哦，調慢嚟，甚至來再來發現再來發現聲音嘅講法較慢嗬，安樣就會調慢。有我哋父母嘅聲音咧，咩用安樣型咧，嗬，就係啲你下啲幼兒園讀書，嗬，你下啲幼兒園來讀書，唔過佢發展嗬，就比一般嘅聲音嚟講較慢，嗬，聽唔到一個講同年齡、相爭年齡嘅聲音，聽唔到相爭年齡嘅聲音嚟，嗬，譬如講講話，嗬，湯冇乜嘅油，嗬，老師在說話，見到嗰種乜嘢，因為佢冇了解，一下先生講嘅意思，故所佢就無法度去做一個反應咧，嗬，除咗講一個講話以外啊，佢愛聽得到，聽得識，聽得到就係講佢聽你冇問題。聽嘅時，也咪一定重要呢，嗬，故所也咪係講聲音咧，發展嘅一隻部分，係講一隻部分，也個想講發展較慢，係講聽唔識嘅時，也都當麻煩嘅，所以一個早期療育啊，由呢度嘅內容，做家長嘅、做先生嘅，韓國人做社會嘅人士大家做得有來做呢度嘅聽數呢，家下添上個繼續來聊大家來講到成都入邊來聊下嚟。